啊，着阮较早细，阮妈妈拢古早拢食足歹嘛，啊感觉讲我今炒面啊，逐个足欢喜啊。啊无较早做囡仔拢食足歹，拢食迄番薯，拢无食白饭的。安尼啊看因咧炒，啊着讲哦，啊妈你煮的哦真好食。较早的结婚吼，拢嘛是有一撇仔米粉。阮儿子若转来，啊我若去讲。啊，我今炒面好好吼，阮媳妇就讲好啊，妈妈你炒面做食安尼啊。我是较特猪油是较芳啦，啊无的时拢有沙拉油啦，啊着猪油啦，啊着汤头酥啦、香菇啦、木耳啦，安尼啊着肉啦，啊你若是讲若无啥物海产类吼，啊着用一个卵来代表安尼。代表讲吼，安尼用起来就讲安尼哦，安尼看咧料较济安尼，有较好食安尼啦。